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初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8篇，约书亚记10章12节到14节，马太福音15章第1节到第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传统，或者是上帝。一般咱认为传统这两字是咧讲一种真久长、真古老的文化所累积来成做一个传统。因为咱常常咧讲传统上认为安怎现在安怎，所以传统咱常常咧讲古早安尼啦吼。但是事实上，无论即个代志是偌久的时间所累积的，也是偌尔古老，也是讲是现代，其实拢会当成做一种传统。或者是讲一群人斗阵做伙，只要有一寡共识产生，某一寡制度来制定，某一种的思想被共同来尊重，某一种的价值观受到大家的接纳，拢会通成做一个传统。无论是旧的传统，还是咱咧讲即个新的传统，特别是伫现代科技真发展真紧的即个中间，去用来无偌久就过期的代志拢济吼，真济的传统真紧就被建立，嘛会安尼真紧就被来过期，也是讲无效去安尼啊吼。牧师想要表达的是讲，伫旧的传统无一定拄拄是歹，相对的新的传统嘛无拄拄一定是好的。就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咱必须爱倒转来圣经的观点来思考，毋是坚持伫传统顶悬。事实上，咱通看见伫世界有侪好的新的传统被建立，其实嘛有真侪新的传统是违背圣经的原则。咱是毋是会通徛伫圣经的角度来思考，基督的角度来思考，毋是咱家己成做即个思考的重点。亲像最近美国总统选举，引起侪人的意见无共款，特别是伫家庭中间有无共款的传统的论争。通常来讲，老一辈的传统甲少年世代的传统是相对立的。真可惜，牧师发现伫遮的无共款的传统中间，上欠缺的一项，毋是政治立场。是彼此中间的尊重。真侪人认为只有家己会支持的对象才是对的，所以伊真有坚持。伫家庭的中间，伫朋友的中间，彼此批判相当的强烈。听起来感觉上好若家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或者是政党，比家庭的关系、比朋友关系、比尊重父母。比尊重亲人搁较重要，其他的对也是错，拢会通放伫一边。甚至发生有一寡真黑暗的一面，伊嘛感觉拢无重要，只要伊支持的人会选掉就好啊。对伫无共款人的意见，无论是毋是厝里的人，是毋是亲人、长辈还是朋友，因一律拢提出强烈的批判，甚至有真看轻人的迄种的感受。好啦，亲像今仔日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所提出迄个疑问共款。耶稣咧讲，恁啥事也对恁会流传来犯着上帝的命令啊？因为上帝讲着敬恁的爸、恁的母，佮有讲骂爸还是骂母的，的确要互伊死。
若是恁就讲囝仔人对爸还是母讲，你本所会通对我得到的利益已经献去啊。迄人就决断无敬伊的爸，恁就对恁的流传已经废上帝的道理。假好的人啊，以赛亚指示恁来的惨有是真正对。伊讲，即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若是因的心是离我远远。因敬拜我是空空，因为因用人的命令来教示，来教示人，做教示来教示人吼。伫即个中间，牧师有发现台语汉字对即个传统的翻译真正有入伫迄个意思啦吼。伊讲是流传啦吼，较袂去误解着讲即古老的物件呢吼。这好若亲像牧师伫头前咧讲，有每一群族群内底的人的文化，因共同追求的一个标准，对流传，这流传并毋是伫上帝的旨意。所以咱看见耶稣基督就提到讲，这个人吼，喙是咧讲尊敬父母，其实事实上是咧勒骂啦吼。喙是咧讲敬神啦吼，尊敬上帝吼，但是却是无影真实咧敬拜上帝吼，迄拢诚做一个借口理由尔。即种的情形，牧师感觉即马就是咧发生的中间啦吼。当咱面对政治议题的时阵，是毋是真正有将上帝摆伫第一？将上帝的要求摆伫咱的头前，或者是讲咱只不过甲这当做一个理由借口，却是咧追求家己的政治的理念安尼尔。真侪人其实是事实上到尾也是用政党立场来做要求、做标准吼。所以反倒转来讲，当人无将传统当作圣旨，愿意顺服上帝的时阵，上帝就要来成就神迹伫人的生命的中间。特别是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好像亲像咱今日看到约书亚记第10章12节到14节所记载的，约书亚因所拄着即个神迹、即个成就，是会通讲空前绝后啦吼。因为上帝伫圣经甲咱讲，伊看顾谦卑，佮愿意顺服伊的人。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4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约书亚记第10章12到14节，马太福音第15章1到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传统或是上帝。一般我们对传统这个词的感受或是想法，根深蒂固的印象，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长久、很古老的文化所累积而成的，叫做传统。因为我们常就说嘛，哎呦，传统是这样子啊，然后现在是怎样怎样哈，好像传统就是旧的这样子哈。但事实上，无论在这一些事情，无论是有多长的时间的累积，无论是多么的古老，或是说是多么样的现代，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传统。或是说一群人他们在一起，只要有某一些的共识产生，某一些的制度被制定，某些的思想被共同的遵从，某种的价值观被接纳，就可以变成一个传统。所以无论是旧的传统也好，或是新的传统也好，都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团体当中的传统。
特别是现代来讲，这个科技日新月异啊，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快。那当然的淘汰也很快了哈。有许多的传统很快的就可以被建立，那当然也可能很快的就被替代了。牧师想要表达的是说，旧的传统不一定是坏的，相对的新的传统也不一定是好的。就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是要回到圣经的观点来思考。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新的传统在被建立的当中。那当然，这当中有些是好的，但事实上也有很多新建立的传统其实是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我们是否能够站在圣经的角度去思考，基督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才是我们在看传统这件事情的重点。最近的美国总统选举的事情引发了许多人的意见的不同。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因为这样的不同的传统在家庭当中对不同候选人产生了一些论争那基本上就是老一辈的传统跟年轻世代的传统是相对立的。那在这个当中，在跟很多人交谈的当中，牧师发现很可惜的是，在这些不同的传统当中，最缺乏的不是对政治的看法，而是对彼此的尊重。有许多人认为只有自己的支持者才是对的，无论怎么样他的就是对的这样子那在家庭的当中呢，彼此的批判却相当的激烈，或是说严厉那听起来好像感觉到说，对于政治或是说总统候选人的支持，政党的支持比家庭关系、比尊重父母、比尊重亲人还要来得重要。甚至有一些支持某个政党的人，他们在看对方就有一点是很看不起对方的那样的感觉其他的人的对错、是非对错，他们好像可以摆在一边。即便是有非常黑暗的一面，他们也觉得无所关系，只要那个他们讨厌的对方不要选上就好了。对于不同意见的人，是不是家人、亲人、长辈或是朋友，他好像也就没有关系了，反正一律就批判。这样的现象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对法利赛人今天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遵守传统却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呢？上帝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你们偏偏说，要是有人对父母说，我已经把奉养你们的当供的物献给上帝了他就用不着孝敬父母。你们拿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着你们所发的预言是多么正确他说，上帝这样说，这人民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他们竟把人的规律当成我的命令，他们敬拜我都是徒然。牧师比较喜欢台语汉字的对传统这个字的翻译我觉得很传神。他是说用流传那流传就是说在一群人当中流传的是一个文化，一个新的传统这正如牧师之前在讲的，在某一个族群里面的文化的建立，那在他们共同追求的一个标准。那流传并不是上帝的旨意那后面耶稣基督就提到的，在口里尊敬父母，在事实上就是使父母蒙羞咒骂父母假借信仰宗教，却不是真心的追求上帝，这样的事情其实正在我们这个当中发生，不是吗？
我们在面对政治议题的时候，是不是有真的把上帝摆在第一位，把上帝的要求摆在前面，或是我们就把一切是以政党的立场为首呢？反过来，当人不将传统当成圣旨，那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必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现或是成就一个非常难得的神迹。特别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如同耶稣亚书第10章12节到14节的记载，他说那样的神迹成就是绝无仅有的。上帝看顾谦卑顺服他的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